等来到新闻的现场，来看到台北市中山区巷仔底有一栋真特别、真适拍的老公寓，设计可能别个所在是无得看，因为住伫遮的人想要爬起哩4楼、5楼，就会直接甲奥多摆徛到门骹口。地址毋是算楼的，是用巷仔用弄来分的。这40多年前是报关行，迄当时为了要方便送货，起厝公司嘛想要招人来翕广告，阵啊甲楼梯改做行，即嘛变做一般徛街，同款真有特色，请真侪人来翕相拍卡。 来到目的地，车停好势，斟酌啊看，这毋是停车场，这是徛街。这条伫台北市吉林路巷仔内的老公寓，伊的内底真特别，靠几路的弯，住户会当甲这个奥多摆徛到家己的门骹口。对，算很特别。对某些人来讲，它是方便的啦。奥多摆直接甲徛入来，安尼就免去找停车位。原来这栋公寓较早是报关行，所以打开始的时阵就设计这个通道。这一栋建筑物都是报关行。 方便赶件，骑摩托车比较快吧。除了有这个车道以外，上特别的是这个地址拢唔是用楼层来分，是用巷弄来分。2楼、3楼、4楼、5楼都是一个门牌号，它不是算5楼几号这样。住伫个附近的人，佫有咧喊讲，有遮尔特别的设计，是因为当初这个起厝的建商想要来争取这个翕机车商的广告。这个40多年的老公寓，即摆煞颠倒来争做拍卡的热门景地。有真侪人听咧讲，佫要来看机车公寓到底是生做甚物款的。遮尔机桥的通道，嘛互自家来争做空中巷弄，安尼嘛互老公寓来争做另外一款的景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